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語娛樂。喺娛樂圈結婚生仔，通常都係件開心事，但就有位女星生咗仔都唔敢恭，怕俾人罵，佢就係周麗淇。原本應該係件值得恭喜嘅事，但係各大官媒下面嘅評論卻係罵聲一片，唔少網友直頭炮轟周麗淇係小三上位，仲有佢老公同原配嘅仔已經10歲啦。周麗淇以模特身份入行，2001年轉行做演員，冇幾年就憑玉女添丁提名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，加上靚仔嘅外表同魔鬼身材，當時發展得幾好。但講到周麗淇嘅情史，佢喺影視圈嘅表現就冇咁值得一提。當時嘅周麗淇喺圈內係典型嘅拜金女家頭草，佢嘅閨中密友都係有錢人，同佢有關係或者交往嘅男人，不是官二代就係富二代，情感狀況不單多，仲亂。周麗淇喺出演一部電影嘅配角時，認識咗帥氣嘅男主角陳冠希，之後就有兩人交往嘅消息傳出嚟，媒體仲曝出周麗淇曾為陳冠希打胎2次嘅證據。消息一出，震驚全香港嘅媒體。不過兩人最終都分手咗。周麗淇回應話，人都有三心二意嘅時候，唔係乜大不了嘅事。恢復單身嘅周麗淇桃花運好旺盛，媒體又傳出佢同鄭嘉穎拍拖嘅消息，聽講兩人係因戲生情，當時合作拍咗《天幕下嘅戀人》，不過因為公司有規定，所以一般都係偷偷地約會。雖然話好小心，但係狗仔仲係拍到咗兩人同居嘅相，所以鄭嘉穎就公開咗同周麗淇牽手嘅消息。但係冇幾耐，鄭嘉穎就被狗仔拍到佢同佘詩曼嘅親密相。周麗淇多次暗示鄭嘉穎腳踏兩隻船嘅劈腿行為，最後兩人分手咗。雖然被劈腿，但周麗淇好快就振作起嚟，又搭上咗沙廠富二代嘅車。呢次周麗淇可以講係使出渾身解數，想嫁入豪門。當時 Eric 好鍾意周麗淇，都想娶佢，但係 Eric 嘅父母根本睇唔上周麗淇，所以一直冇點頭。一直被催婚嘅 Eric 好煩躁，就揀咗分手。經過周麗淇嘅撒嬌賣萌，成功令佢回心轉意。不過喺周麗淇玩化 Eric 嘅同時，都為自己揾好咗下家之後鎖咗佢。周麗淇又搭上咗個官二代，呢個官二代都係手闊腳大，直接送咗鑽石大禮俾周麗淇，令佢好滿足。好景唔常，官二代家族冇落咗，拜金嘅周麗淇一見呢個男人冇錢咗，又直接鎖咗佢。周麗淇恢復單身嘅消息被鄭嘉穎知道咗，令佢又有咗別嘅心思，想揾周麗淇復合。不過鄭嘉穎並冇得到周麗淇嘅同意。之後周麗淇宣自己返去大陸發展一段時間，先令媒體歇咗追問嘅心思。講咗要去大陸發展嘅周麗淇即刻動身到咗內地，冇幾耐又傳出周麗淇同男二因戲生情。原來係喺拍攝《大漢天子為子夫》呢部電視劇嘅時候，周麗淇同徐正熙之間嘅火花唔使太耐就燃燒成熾熱嘅戀情，兩人好到談起婚嫁。不過周麗淇似乎仲未能改掉腳踏兩條船嘅習慣，同徐正熙親密無間嘅同時，仲同另一位演員傅晴鵬有啲眉來眼去。傅晴鵬同佢老婆大家耳熟能詳嘅軍女霸王花情愫，兩人係拍戲期間認識，相愛到結婚。但呢段戀情一度被人口誅筆伐。情愫喺演藝圈發展順風順水，年紀輕輕就考入上戲，並喺學校時期就認識咗學長傅晴鵬。兩人嘅關係因幾句話而走得更近。情愫不僅年輕有為，在話劇團已經屢獲殊榮，出演第一部電視劇時更受到廣大觀眾喜愛，一炮而紅。相比之下，
傅成鵬當時雖然作品不多，名氣不大，但情愫從未因此而放棄，反而一直支持佢，勉勵佢，相信未來會更好。婚後，情愫為咗照顧家庭，甚至拒絕咗好多劇本邀請，用自己嘅關係幫傅成鵬尋找機會。正是情愫嘅推薦，傅成鵬才有機會飾演韓光一角，開始受到關注。後來更憑特種兵中天狼一角贏得更多觀眾認可。隨住家庭嘅添丁增厚，傅成鵬嘅壓力加大，但最終憑藉與狼共舞一劇成名，開啟咗事業嘅新篇章。情愫嘅無私支持係傅成鵬成功嘅關鍵。而家情愫事業與愛情兩得意，本應是幸福美滿。不過隨住周麗淇嘅介入，原本幸福美滿嘅愛情故事似乎變得複雜起來。香港嘅娛樂圈總係充滿住意想不到嘅變化，就好似呢啲愛情故事一樣，既戲劇化又充滿轉折。傅成鵬同周麗淇係喺合作電視劇臥底嗰陣因劇生情，一個有男朋友，一個有老婆仔，但係佢哋兩個完全唔避忌，行為舉止親密得嚟，令唔少人都覺得好奇怪。但係佢哋兩個都冇理會其他人點睇，繼續過住兩個人嘅世界。喺佢哋合作完嗰套劇之後，周麗淇同佢男友徐晶希分手，而傅成鵬等到情愫轉業之後，就對自己唔離唔棄咗21年嘅老婆仔同仔仔冷眼相待，一腳踢開。之後唔耐，媒體就拍到咗傅成鵬同周麗淇手牽手約會嘅相。呢件事直接激怒咗好多網友，話傅成鵬係白眼狼，周麗淇係小三，佢哋兩個真係絕配。第二年傅成鵬同周麗淇宣結婚嗰陣，婚禮辦得好簡單，只請咗親戚同一啲好朋友，而且為咗躲避網友嘅討伐，佢哋仲特意改咗名。不過佢哋做過嘅事太絕，就算改咗名，網友都唔會因為呢個名忘記。所以41歲嘅周麗淇喺網上公懷孕生仔嘅消息之後，收到嘅全都係各種嘲諷同鬧名。2010年兩人生咗個仔。2014年上節目嗰陣，傅成鵬仲曾經公開示愛老婆，無論順境逆境，不離不棄。從公戀情到結婚，到孫懷孕，再到而家真嘅生咗。傅成鵬夫婦看似戀情幸福，進展順利，但從上位成功嗰一刻起，周麗淇就永遠擺脫唔到小三嘅名頭，傅成鵬都唔可能再摘下渣男嘅帽子。婚後嘅周麗淇曾經發文，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呢句話，小編難免唔贊同，小三配渣男，真係絕配。畢竟以前佢哋做過嘅事，無論放喺邊個年代都唔可能被人接受，呢種情況都係意料之中嘅事。雖然佢哋兩個好荒唐，但如果唔波及下一代，我哋都係祝福小寶寶健康快樂嘅成長。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，下期再見啦。